今日同大家介紹一款阿贊端龍婆通嘅最新聖物拍佛力2567沃柯一股。先嚟講講呢沃柯一股嘅類型，供奉型有兩種，一種係沈列青銅仿古嘅，呈現出好靚嘅綠色；另一種係黃銅分黑嘅，顏色係咖啡色。佩戴型嘅選擇就更多啦，有純銀製作嘅108尊，九寶銅嘅製作咗299尊，青銅材質嘅都係299尊，混合銅嘅同樣299尊，黃銅材質嘅299尊，以及紅銅分黑嘅都係299尊。呢一尊沃柯一股集合咗龍婆通師傅所有最精髓嘅法門，總共分為5層。我哋從最底層開始數，最底層係佛教中極為重要嘅4大天王護法神，分別係東方持國天王、南方增長天王、西方暗木天王以及北方多聞天王。呢4位天王守護住四方，威力唔細架。第4層係通師傅最精通、最重要嘅4種 Khmer 古高棉法術法門，中間係帕雅練琴，左面係毗盧，右面係九食思維，背後係咩班女神。通師傅將呢4種法術放埋一齊，係因為好多信徒佩戴後都得到咗極大嘅幫助，反饋特別好，所以呢4種法門都被稱為最靈驗嘅。再往上到第3層係羅睺拉胡天神，羅睺屬於阿修羅神系，世間嘅小人都特別驚羅睺，供奉羅睺可以防止小人陷害，幫你趕走小人，驅走霉運。要是犯太歲嘅話，供奉拉胡天神就最啱唔過啦。跟住到第2層面，呢可是非常重要嘅一位神格，呢尊神格係4手2腳，呈現出古高棉風格嘅法相。通師傅話呢尊叫奧古，佢代表住通師傅所有法脈嘅老師們，供奉奧古就等於我哋時刻憶念通師傅以及古巴阿贊祖師爺，佢哋會時刻庇佑住我哋，等我哋諸事順遂。最後到最頂層，呢一層有柏燕、帝釋天、柏碰、四面神及勇馬班。帝釋天係諸天之主，四面神係娑婆界主，呢2位天神都係天界同人間嘅重要護法神，只要我哋誠心祈求供奉，佢哋都會有求必應，等我哋得償所願。另外一位勇馬班其實就係閻羅王，佢係地獄嘅君主，手裏有一本生死簿，記錄住每個人的壽命長短，人死後都要到陰間報到。勇馬班會負責審判呢啲魂魄，供奉勇馬班可以幫你驅趕邪靈惡鬼，保護自身，避開一切危險。咁犀利嘅拍阿贊端龍婆通佛力2567沃柯一股，你仲唔心動咩？快啲嚟諮詢訂購啦！所有喺我呢度訂購嘅供奉尊都會有通師傅嘅親自贊符文架，依家仲可以繼續加單，歡迎大家嚟查詢了解。